是在地新闻，捌来得到年度大奖的红仔册永桥柑仔店改编做电视剧，主要是咧讲男主角伫阿公破病住院了后，决定回到家乡来继承着柑仔店的经过，特别来举办着试片会，主角甲导演拢有到场，大家拢是看甲真感动。喂，永桥柑仔店。 张现做伴男主角等去故乡继承柑仔店，拄着囡仔伴嘛熟悉新朋友。伫永桥柑仔店发生的点点滴滴，见证人甲人之间有真深的感情。本来只是红仔册题材，即马变电视剧。伫电影院试片的时，女主角看了后讲真感动。我觉得每一段真的都有很深刻的地方。我跟妈妈有完全，我拍完手都还在抖的时候，我跟轩瑞也有拍完，然后心里的那个温暖，就是你知道那个温暖是忘不掉的。 红仔册作者黄光明冒到现场，讲出柑仔店的秘密。之前我公开的店就叫永久，打电话回去问我爸，然后他说以前就是庄脚人啊买物件出去讲啊要爱10项，伫店仔拢找得到嘛，不过咱卖伤臭费，咱就永久。尤其是书迷们都会觉得这些演员好像就是都从漫画里走出来的，温暖但是又有戏剧张力的一部戏。 当红仔册人物变成真人，个性的刻画更加深入。透过台湾的红仔册、台湾的电视剧跨界合作，制作话题，创造双赢。